你屋企嘅 WiFi 同跨國企業嘅網絡究竟有咩分別呢？其實網絡按覆蓋範圍主要可以分做三大類型㗎。第一種係 LAN，即係局域網，範圍通常係一棟大廈，你屋企上網或者學校嘅電腦室，全部都係用緊 LAN。LAN 嘅好處就係速度極快，冇咩延遲，而且成本好平。第二種係 MAN 城域網。顧名思義，佢覆蓋成個城市，通常由電信商提供，用嚟連接同一城市入邊唔同嘅辦公室。第三種呢係 WAN 廣域網，佢嘅範圍最大，可以跨國嘅。其實我哋日日上緊嘅互聯網本身就係全世界最大嘅 WAN，雖然 WAN 速度相對慢啲又貴啲，但就可以做到遠距離通訊。總結一下，LAN 係小範圍，MAN 係城市。WAN 係全球，搞清楚呢三種網絡未呢？我哋下集再講其他電腦知識，拜拜。